35歲以上嘅人都有機會會有骨質疏鬆，想逆轉骨質疏鬆只有2個方法，就係透過運動同埋飲食。如果你有骨質疏鬆，再加上駝背，就好容易會造成壓迫性骨折。今次就教大家3個負重嘅動作，增加你嘅肌肉量，強化你嘅骨骼。第一個動作，深蹲，雙腳膊頭闊度外八字腳，膝頭打開，上身保持挺直，屁股向後及向下坐，然後企直，繼而還原。第二個動作，坐姿划船，坐直，上身保持挺胸，雙手向後拉，肩胛骨內收，然後還原。第3個動作，二頭彎舉，強化翻你手臂嘅力量同埋你嘅手握力，雙手緊貼身旁，鎖實手腕，向上屈曲，然後還原。至於飲食方面，除咗食鈣片之外，你仲可以食鎂、維他命 D 等等嘅補充品。而至於你想補充骨膠原的話，可以飲骨湯、食魚肚、花膠等等嘅食物。PT101 提供專業嘅1對1教練課程，2999有10堂。想徹底根治痛症，就快啲嚟報名啦！想知道更加多健身嘅資訊，就記得 follow 我哋嘅IG PT101Fitness 啦。